的收了好多双爆了。哟，这个也不是吃醋哦，这个张伟啊，抓到就不放。光头那边去可以，光头可以不？光头那边去可以，那打你看呢？你是司令，我司令。老远老啊，这个年纪大了啊。光头有脸，哟。哪个懂得说哪个用的，用不着了。这个老你也是，两个差不多。体力够啊。光头有力高。说不知道，那鸟。哪个应该说不知道？没时间了。没让我放手机。东北你也不知道话了吧？哦，这人走过来就老多。差不多体力啊。两个体力差不多。那个我们手指罢了，两个都说，两个一个手一个。头上没有毛啊，我混毛啊，怎么样啊？你了就这样了，你不要那些都是这样了。撞啊，那太吃了，接了好吗？撞了，那刚刚好玩了，把这刚刚好玩，你晓得干，怎么好干？你这么多，手机不放，中几百的啊，这个去点皮夹啦，他妈医院门口这蒙光了去，现在他也不放了呀。哟，我丢呀！没有他体力也相当。哦，那是我自己的打你干架，我这个人打你，我在哪里？打你，他也不敢走，他也不俺这厉害个了，干尖嘛，现在干尖了。你家老人啊，你小了，你给我打倒。小实力不得，体力不够，体力不够，光头那个东西透光了，不懂了，现在还懂得说了呢，两个都懂说。那个体力，这马子到了快见了呀！搞你这样搞过嘛？好说，可以嘛？两个都练，是吧？光是把那个去学完了，你把那个去学完了，把他们乱的直接的打的，管他了，不是打就是了，他领了那个，吃的了那个，记不得，那个在说，同样来说，这个要双说啊。也讲地方，那个放那个猪肉，就是那个。
他体力相当啊，主要是。你怎么说呢？反正体力相当就打得久嘛，这个没怎么说的。很容易击败的呀。啊，通过击败。所以为什么搞拳击他要一定要称重量呢？这样啊。能看到记住啊！他们抓着他，抓到手了嘛呢？没抓得着他，主要他抓得着他的话呢，他就不放了。啊，又着了，守不住啊！锁起了下巴，锁住下巴了，抓到最大了，翻不过来。这他哪有办法？叫他顶在这个下了，现在就往死里打了，嘎，那个。这好像放东西的，他抓了了，你那放起来了，抓了，哪个放那个东西？他又来说了。用来了。哦，走了，各位，老头不可能，我去翻啊，打毛烂了那是假。篮头打得好。他让他写下来有的，拿走了。让我读小前院嘛，你给我这样嘛？太前院了，读小分了，读小分了。错的，那个搞小读小了。哎呀，爸！兄弟又不输了，跟东大又不要输了。哟，够来了，这个也同老头那个一样了，这个篮头，用来说了。篮头来打多个，篮头打得好个，哪个打了篮头啊？你看见没有？查房了，每次都来说，有篮头啊，他顶着，对啊，那小心哪有啊？准备我真跑了，老球跑跑，看样子不？同意的环境啊。要打要打个打，现在的等，要上班，上岗了，看来了，是啊，2年9万才交。他也不放，他也不放，哎，你休息就坐在看到看，我把它看到，坐在家看。哟，老手打得不长点啊，是这样回事。
不做太危险了。小小口根本不妥哦。我哪有？这个奶了呀！这个奶的，奶的奶，在经济下头。行了，喝了。行了，错不对，口径不错啊。喝了。来个钱，别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